2026年1月21日，港股市場的核心狀況，生指數今天微漲了0.37%，收在了26,585點。不過成交額比7天平均少了約286億，這說明市場觀望情緒挺濃的，就好比大家在十字路口看住路況，不知道該不該往前走。再說核心支撐，南向資金也就是內地投資者買港股，最近3天淨流入了約170億，他們像抄底一樣買入騰訊、美團這些龍頭企業，就像是給港股市場撐了一把傘。接住看看機構動向，外資和公募基金近期減持了部分消費科技股，這主要是為了落袋為安。就像秋天到了，農民伯伯把成熟的糧食收回家，也沒有引發市場的恐慌。科技 ETF 也被機構減持了，因為科技股之前漲得太多了，需要消化一下估值，就像人吃多了要消化一樣。對於一般投資者，給大家幾點建議：第一，控制部位，別把錢全投進去，留30%現金，以防市場下跌，就像出門帶點備用錢，心裏踏實。第二，選對標的，優先買高股息、業績穩的龍頭，比如中國移動，股息率超過5%，就像把錢存在銀行，還有不錯的利息。騰訊、阿里這些抗跌性也強。第三，避開高風險的，半導體受美國制裁，房地產政策嚴，波動大，不太適合散戶投資人，就像新手開車別上複雜的高速公路。最後要多關注政策，中美關稅談判，中國穩定成長政策，美國降息節奏，這些都會影響港股。再說港股通科技 ETF 及成分股，近期機構減持科技 ETF，因為科技股在2025年漲得太猛，2026年初得歇一歇。不過長期來看還是有潛力的，就像長跑運動員中途休息一下，後面還有力氣衝刺。像騰訊估值合理，業務全面；阿里與雲端業務成長快；小米手機高端化；阿亞生態全汽車業務還首次獲利，估值也低。總結來說，港股現在就像處於調整期的公車，有內地資金撐住，不過短期放得厲害，散戶投資的投資要穩，別貪多，選靠譜的標的，等政策或者市場有明確信號了再加大投入。科技板塊長期來看還是很不錯的，但要等它歇夠了再入手。大家想想，如果現在投資港股，會優先考慮哪個板塊呢？歡迎在評論區交流，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以上分析基於公開信息，市場資訊複雜多變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決策請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